今年是台南400宝可梦谷特别推出30条官方路线，提供玩家掠宝。3月9号、10号，还佫将有新的角色伫台南限定推出。我们宝可梦2只超级宝贝也就是这个坐骑小羊跟爆炸水牛将会在台南出现，欢迎各地的宝迷们一起来台南抓宝。其实行销台南观光，我们一直做得很好，但好还要更好，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。这次规划为安平、中西区到北门顶高区，总共2摆景点，串联港滨、上海、文艺路线、登山、上生态等等。每一条路线1.2公里，大约1点半钟到2点半钟就会当完成。那我想透过这种实境的这个旅游，跟玩家互动。然后能够走访台南的各景点、尝美食，才是跟官方合作的重要的这个想法。为着要吸更较侪人参与，市府观光旅游局也特价提供500份鱼头菌吊饰，只要会当完成30条台南观光路线，就会当免费领取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